到了nhau一种朋友说的，那你呀找到梦早给值得这车啊，国外观光。现在呢，北京也多在这个山东了，其实北多在那里已经到北农啊，山东的已经北农了。然后呢，北农呢一直都要老拿很老的，老拿老，所以也只用多门机，也只用多门机呢，这些弄咋呢？那现在姑娘呢，北呢就要这些人咋了个，就要持有领，要持有领。那你呢，投资以后呢要做就得五毛分尸了嘛，就要在到后得到的一会儿就么节费的年付年考了，那你付了呀，只有路到后收集中那你付了呀，只有路到后然后呢干到也来要这个中秋节，干到也中秋节古干到三毛来我们这乡头来我们这乡头好持有领后呢么秋楼下楼头的得知道么好这个当年么能么票，所以我都弄了可以楼下楼头可以楼下楼头。本来那么的弄呢要多门早么子呢，但是弄呢一旦弄都还是一直乱拿，所以被下午的二顶到北顶到中的多在那里二顶到从跑到县城跑到手机了，北顶到中的落在那里，那落在那里就离了，然后前后呢也要烧北角来这一顿弄了嘛，所以都么子离了就知道么好就知道么好，就到时候干到中秋节，然后干到点么了嘛，干到点么然后干到的么呢，要么来我们这乡头嘛，要么来我们这乡头，所以的要那里一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的多找一绕的，拉多找一绕的球呢干到我们老乡人都是叫各地朋友说的，如果的你也是来我们这乡头做自由都老走的话，都先走的话你也可以受私信个歌噶，受私信个歌，然后呢一些呢古么hand配，那么压一路就能这样子对球呢度假地被梦林海林度假地头梦的古地古球，就是能这一起睡对球呢也容易着，为了家被的古地梦哈就是对论度假地呢对方家的呢被的古地古球呢好老是教被到给的包括你知道对于活到了在哪里呢？我现在我就叫啥的压飞机压无人机么学一路对球呢，这一路对球呢然后呢这样子学我们真的持有领的那个我嘞现在我们就过给我们这飞机个